六个，今仔初几啊？哦，今仔日6月13啦。哦，到今仔日吼为止啊，咱已经吼无有机会，已经超过4礼拜啊呢。哦，已经过来礼拜，大家拢无通个相见面啊，对啊，心情真正真鬱卒啊！是啊，真正有够思念大家的啦。好，咱今仔小组来见面啦。好哦，好哦，咱来去迄落问个恁兜吼，来小组好无？碰个啊，咱今仔日几点去恁兜小组较方便啊？好哦，好哦，今仔下晡4点来阮兜。碰啊！是啊，六个。久无见啊，这阵吼拢无法度见面。手哦，即摆袂当握手啦，即摆啊无要安怎咧？即摆爱用手臂安尼打哦，招安尼啊，呼啦。哦，安尼哦。欢迎恁进来坐。啊，等，迄口罩，口罩过来挂。哦，毋过挂咧，要啥喘气呢？喘气足歹喘气的呢。来，进来坐。来，欢迎恁进来坐。我发现吼，迄口罩了，佫有别种功能诶。拢会当，你也目睭迄伤光无，佫通做眼罩。你毋捌食过猪肉，嘛捌看过猪颈咯？口罩遮大片，当然嘛是爱遮住口鼻。口罩也无遮住口鼻，是袂当防止肺炎病毒对咱的感染。口罩爱遮住口鼻，口罩是要保护别人，避免家己的喙脣喷到别人。再来啦，口罩铁丝的部分爱压着鼻梁。口罩有分深的甲浅的两个部分，深的在外口，浅色的伫内底。假使讲口罩两面的颜色较共款、较相共，爱看口罩下底的钢印伫外口有皱褶的，啊，搁有手啊，口罩当做眼罩，安尼是无卫生的啊。手啊，咱上线上哦，要啥 RPG 啊，我毋知影，恁敢知影？当然咯，我伫教会防晒无，逐项嘛拢准备好啊，毋管大细项的啊。你来看，用安尼线上网络的话，数字会个。哦，贵哦，袂歹哦，你真正是风动武林，惊动人教，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的一个风动的阿手哦。哟，六个线上 RPG 不是用一条线咧击倒啦，又不是小学生咧玩传声筒游戏，咱是伫网络顶一起祷告啦。哦，是安尼哦，哦。目前台湾疫情的严重的是，咱改变 RPG 的祷告方式，用网络的通讯软体来祈祷，透过 RPG 祷告，以上帝为中心的祈祷，互咱会当圣神充满，有彼此赦免、原谅甲相听的力量，有气力，最后才会当彼此分享需要，互相代祷，也为着教会甲上帝国的事工来祈祷。哦，有人来哦。啊你佫有招别人来哦？无啊，我还有招别人来，我来看卖啊。警察先生，你来这要创啥物？哦，有人甲阮检举讲恁内底咧群聚啊，来安尼哦，检查一下。安尼哦。哎，倒数1、 2。 3。哦，安尼恁无超过5个，哎，除非会记戴口罩。这个警察先生信主会当互你真平安，上帝祝福你甲你的家庭哦。真的吗？这若是有影的话，我嘛要来信主。咱做伙开始来 RPG 的祷告，好了，上帝，互阮会当实在这个警察先生，这个警察先生愿意相信主耶稣，阮感谢你。哦，迄片就迄片啊，连阮囝就约出来哦，哦，厉害，哦，厉害。
线顶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通拄啊的影片是教会即马在推动的 RPG 复兴祈祷小组。即个祈祷小组，就是咧讲，咱2、3个人会当找咱的组员，也是讲找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同心来祈祷，同心来互相来分享。伫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我的阿母因为破病，所以需要住院。伫迄个时阵，因为厝内面拄着安尼的状况，所以阮兜的人，佮我，拢非常的紧张，嘛非常的烦恼。透过有一暗，阮的 RPG 小组，我来分享，为着我的阿母来祈祷的代志。阮的迄个小组就做伙用圣经来分享，来鼓励，嘛为着。我提出的代祷的事来做伙来祈祷，我感觉透过 RPG 祈祷小组会当得到真大的安慰，嘛得到真大的鼓励，嘛感谢主，和真多兄弟姊妹为着我阿母来祈祷，为着我阿母来关心，透过祈祷小组嘛，和我阿母得到身体慢慢来恢复，慢慢来勇行，所以鼓励兄弟姊妹。会当找你的小组员，也是找你的朋友、亲人，会当做伙来用一个 RPG 复兴祈祷小组，做伙来领受祈祷的祝福。阿门。这时，咱要做伙来学乐，咱要做伙来敬拜，好唔好？咱做伙来拍手，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来愿意来献就咱的学乐，做伙来拍手。我来吟记那我可耶和华，记那我可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那我可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记那我可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那我可耶和华，一切就做要。搁再一遍对头来吟，记那我可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那我可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记那我可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那我可耶和华，一切就做要打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喝了出生命。咱做伙来拍手，来学乐咱的上帝，愿上帝喜乐。充满伫兄弟姊妹的心中，阿门。记那我可耶和华，记那我可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那我可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记那我可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那我可耶和华，一切就做要打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喝了出声。咱家己咱的双手讲，我要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
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喝了主生命，哈利路亚，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把归心梦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喝了主生命。祈祷唱歌，喝了主生命，我要祈祷唱歌，喝了主生命。哈利路亚！咱做拍鼓啊，将一切荣耀拢归于咱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甲乐乐。主啊，你是荣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万美的主宰。我们向你来阿乐，向你来敬拜。黄金早起，我们用上水的声音来献上给你，因为你是堪得阿乐甲颂赞。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双手，好山那归你台美的好诶，好山那归你万能的哦，阳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从你
归伫台北的好个，好山啊归伫万隆的好，阳光拢开地，这款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阳光拢开地，这款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拯救。现在起，我用我全人全心，拢献上敬拜，献上阿罗。主啊，愿你圣尊名得到一切荣耀。恳求圣神继续来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伫聚会当中会当认捌主的声，伫牧师讲道的当中会当听见上帝的教示。搁再一遍将阮的聚会仰望伫主你的圣手，愿你来欢喜。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姐，大家平安。这时小弟来报告本会消息。以上教会公告，本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为着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教会所有的相关的实体聚会，拢暂时停止到7月26日为止。但周三的祈祷会、拜六的亲从、主日的礼拜，无论是华语、台语，咱拢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进行聚会，并且大家一定要配合教会所有聚会。第二，线上聚会的时间，敬请小组长配合汇报逐组线上小组聚会的人数。学生牧区、儿童牧区的小组长一定要帮助学生。囡仔做到奖学金的申请的规范事项，以免影响到囡仔的权益。虽然伫疫情期间袂当实体聚会，但请兄姐犹原爱做到上帝兄弟的本分，尽力做到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传道无停止，行好无停止，奉献无停止。教会鼓励兄姐利用以下的方式来奉献，逐项奉献地通家己组织，每个月一遍，摕到办公室来奉献。第二，参加小组的兄姐，小组长若方便通协助代收甲代转。第三，兄姐的奉献也可以利用周报、户面顶的银行账号奉献，为着转销了后，请联络办公室当备份干事。通知知影奉献的项目，以便周报的登录。第五，伫疫情的中间，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小心提防，但无得惊吓。请大家搁较侪祈祷，较侪关心，伫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本会设计疫情相挺，又在一起。商家的名单，请会友会当了解资讯。伫疫情的期间，互因较侪支持甲惠顾，同齐渡过难关。详细的资讯，请扫描 QR code。第三，本会的庆祝设教70周年，举办油厂教会设立70周年乐谷设计的展现，甲歌词创作的展现。
欢迎有兴趣的兄姐，也是专业的兄姐，会当踊跃报名参加。详细报名表，请接询办公室索取。第四，世界展望会第32届 G20的活动，继续抢救上软弱的儿童，鼓励大家同齐发挥疼心，做公益，响应G20甲慈善捐款，互因是上课无断线，学习无中断。活动相关的消息，请扫描 QR code。下面咱来看一段影片。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世界展望会所举办的G20的体验活动。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呢？因为最近在疫情中，我们在社会许多看不见的角落，许多无声的弱势者，在边缘中的孩子，他们更边缘了。我们或许感到生活有一些不便，但其实他们是感到缺乏，因为缺乏电脑和网络。许多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在线上上课，因为他们都是弱势的家庭。他们的家长都是要比较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够一家温饱。所以我们盼望借着这个体验活动，将省下来的钱，我们能够捐给世界展望会，帮孩子们购买电脑或是网络，他们就可以在线上上课了。各位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将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就得着赏赐。而且圣经还说，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做在主身上。在疫情中，我诚挚的邀请你一起来参加G20的活动，一起来关心这群孩子们，让他们因着我们所伸出爱心的手，可以在疫情中上课不断线，学习不中断。我们一起加油，耶！第二，具体消息。第一，欢喜的消息，恭喜本会黄伟义弟兄、周丽阳姐妹夫妇生一个古水的查某婴，真恭喜，愿主赐福因。第二，合作社的消息。第一，社员安心加入率的贷款12万，年息2.4%，即日起到8月31日查止，社员在职均公告，贷款30万，年息是3.6%，对今仔日起到11月30日查止。第三，不动产的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年息是1.8%，欢迎社员有意贷款也是转贷，请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四，日本家之光协会举办29届世界儿童画图比赛，请本社6岁以上到12岁的社员踊跃报名参加，到7月23日前接受收件。比赛相关的消息，请合作社来接询。续接，即是来讲到题目是聚会无停止，咱来欢迎主任牧师、陈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伫主所赐予咱的日，咱三甲来敬拜，感谢主会再去，咱会当有真好的敬拜。多谢敬拜团带领咱敬拜，咱嘛会当知影真侪消息，佮会当关心遐需要关心的人。感谢主，咱今日伫牧师要分享的大声，要来邀请咱有两位学生牧区，一个是思颖，一个是凯欣。感谢主，咱有真侪会当唱歌学到上帝。因用水的声音带领咱来
娱乐咱的主。咱三甲欢迎思颖甲凯欣的娱乐敬拜。生命中，你是我心里唯一的爱。我像个小孩，在你的胸怀。在我这一生，走过无数的坎坷艰难。如果没有你，我该如何继续？你双手是我的帮助，再多苦也能撑住。你的话引导我前途，是我走正直的路。引领我，使我不偏左或右，走是假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一生不迷路，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在我生命中，你是我心里唯一的爱。我像个小孩，在你的胸怀。在我这一生，走过无数的坎坷艰难。如果没有你，我该如何继续？你双手是我的帮助，再多苦也能站住。你的话引导我前途，是我走正直的路。引领我，使我不偏左或右，走是假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一生不迷路，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不偏左或右，走是假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是不迷路，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不偏左或右，走是假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一生不迷路，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哈利路亚！感谢主，咱会当看到咱的少年人中间有思颖，有凯欣
伫后壁我怎么看清楚是红叶感谢主，因会当带领咱来学乐，互咱会当真正一生跟地主无迷路，咱行十字街路，咱知影主就是咱的光，跟地伊会就无伫黑暗中行，互咱会当一世人会当行伫伊的路来，互伊欢喜。感谢主，互咱的教会会当有真侪少年人受培养，将来拢会当成做主好的切用。感谢主，咱下早起咱要来读圣经上帝话咱的上帝话有两位，头一位是出埃及记20章8节到11节，第二位是希伯来书10章25节。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咱做伙来读来，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来应该着磨做你一切工，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点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唔通做，因为6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祝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咱另外一位是希伯来书10章25节来，唔通放煞恁的聚会，亲像有人惯是安尼，就是着三款面。既然看见迄日君，搁较着安尼，愿上帝伊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今日是你所定着的圣日、安息的主日。主啊，你要祝福伫即日，主啊，你定即个安息的日子，就是要祝福我。这是你定的，这你毋是干那互犹太人。互以色列百姓，是所有你创造的，因为你创造就是大圣已经很留落这个模范。你6日创造，第7日就休一切工。主啊，互阮会当知，这是你甲阮定的，阮若安尼遵守，阮就福气。所以，伫你所定的圣日，阮就是要来敬拜你，要来服侍你，这是你所欢喜的。所以，阮就爱。伫主日放下一切工，专心来敬拜你。主啊，所阮今日的组织，阮伫你的面前三甲敬拜而乐，也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疫情中，咱也无放煞咱的聚会。那咱有早祷会，有祈祷会。咱也有主日的礼拜，咱有几啊场的礼拜，望咱透过组织，无论伫什么所在，你伫厝的2-3人组织，主伫咱的中间。感谢主，下早起牧师特别要甲咱分享，咱头拄仔伫周报报告，就是鼓励咱伫疫情的中间，咱袂当实体聚会，咱是线顶聚会，但是咱嘛着爱。尽咱做上帝囝儿一切本分，就是咱的聚会无停止，咱的祈祷无停止，咱传福音无停止，行好无停止，咱的奉献嘛无停止。感谢主，互咱下早起牧师要甲咱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头一个聚会无停止。检查讲牧师这拢定定咧讲这都八卦，但是。兄弟姊妹，这是哪个定定咧讲哪个阿嬷的话，毋过这是咱要紧的话对咱的信仰，对咱人生是太重要。今日牧师要讲这个聚会无停止大兄要讲这个安息日，持守安息日。这个安息其实的意思就是停止。咱为这个世间的工作爱停止，但是咱要敬拜上帝，
无停止。咱头拄读的圣经啊，头一部分就是咧讲到上帝定这个安息日做圣日，这是上帝定的，这毋是干那对犹太人定的。伊创造的时阵伊安尼做就是有意义的，对咱是要紧的所以咱应该就爱了解上帝爱咱做的咱照安尼去做，上帝讲要祝福咱所以头一部分咱讲，咱就爱来持守安息日。当然，今日是安息主日兄弟姊妹，你是毋是有感觉有时你安尼过落的迄种感觉其实这个过落的感觉嘛，无一定是干那体力的过落，有时你烦恼伤济，挂虑伤济所以困袂去，还是食袂落，还是工作袂专心。甚至你甲人的关系嘛无甲好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信号。所以，咱这个安息日，诚做上帝予咱一个，伊要祝福咱的一个真要紧的约束，还是一个证据其实就是记号。上帝予咱的生活有迄个记号，咱的身躯感觉拢做袂好势，还是讲足烦的，迄就是记号。就是迄阵时，咱就是爱休困，咱就是爱停止。我最近读 Chuck Pierce 的这个册伊咧讲这个盘过节的古言，中间咧讲咱目前咱这个世界拄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毋是讲这个瘟疫，还是这个病毒。这外厉害，上界大的重点就是讲，咱这个世界已经互人无用甲足凄惨的这气候足极端的，足侪所在做水灾做足严重，无火烧烧紧唔敢咱看这个世界变化，无咱拢想象的，寒的所在变热，热的所在变寒，无应该发生的代志发生。这就是已经咱的身躯这也无病，遐无病，这是爱休困这就是爱咱停止最近这个台北灵粮堂的青年的曲目做星光伊咧讲到是讲咱即摆现代人实在无欠努力。无欠拍拼，大家拼要死。上界欠的是咱爱有迄个创意其实创意就是爱为迄个安息来你看英文这个安息就是迄个创作就是 creation， 安息嘛是肖像，所以咱有创意嘛是爱 creativity， 这嘛是就是爱为安息来。兄弟姊妹。咱有时就是上帝爱咱暂停，上帝爱咱休困有时咱代志拢伫遮改成拢安尼去卡掉的毋过有时当咱好休困好困一醒就拍通咱的代志就解决了。兄弟姊妹，安息是上帝予人类上界宝贝上界好的礼物，咱伫安息中间会当得到上帝予咱的这个快乐，佫会当予咱暂时拼空无迄个足侪物件充满伫遮，咱予咱家己的烦恼大满忧愁大满。但是当咱来当放空，予上帝来充满咱，圣神来充满咱。伊来管理咱的细胞，管理咱的骨头，管理咱的血，管理咱的这个身躯的一切所有的心思意念咱的情感。兄弟姊妹，你试看觅，你的生活会足大的无共，你会足大无共。最近伫这个美国有一个米勒先知米勒伊就写批提醒台湾的牧者其实毋是讲提醒牧者啦，其实是提醒所有的兄弟姊妹啦伊讲过
几个月前伊来台湾吼，主有一讲就互伊一个真特别的话，这个话就是讲吼，做领袖咱咧读这个10条诫命的时，咱拢会同意讲这是上帝的命令，咱袂当违反，咱袂当忽略。但是咱应该就要来真正关注一件代志，爱遵照一件代志，就是咱爱来持守安息日，咱就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中心，上界要紧的就是至少你一礼拜爱好好休困一天，因为上帝创造6日做工，第7日伊就是休困。上帝都安尼做啊，咱该无安尼做啊？咱是比上帝较厉害哦，咱比上帝较牛吗？今日人类的问题就是无眠无日24点钟规个世界因为人的无用啊，规个地球也足凄惨，万米也足凄惨。咱即摆这疫情拢袂当去山顶，袂当四界走，上该讨棒、上该欢喜的什么人？这动物恁这人莫来，阮足好过日的。这个母岭的所在迄什么动物嘛走出来，乌蝇嘛走出来。兄弟姊妹，这个疫情其实是提醒咱得要休困。兄弟姊妹，唔是干那这疫情爱休困，就是咱6日咱殷勤做工，即嘛是5日尔，但是唔通讲休困，全无要亲近上帝。拢是咧关注世间的代志，上帝就是要互你离开世间的代志，来甲伊进化。互咱毋是干那想地面上的代志，咱就要想天顶的代志。兄弟姊妹，咱有时去到一个别的所在，咱就感觉无一日敢伫厝的很闷呐，足烦呐，伫遮规工关条条，出去行一日倒转来，无共款。兄弟姊妹，咱若干那咧关心世间的代志，你会烦死，你就爱当离开，你就爱休困，你会当亲近上帝，你会思想天顶的代志。我相信你会生活完全的改变。上帝设定咱的身躯就是有一个限度，所以你的身躯若出毛病上帝是讲，我的囝，你就要休困，你就要休困。兄弟姊妹，咱真正爱听上帝话，照上帝话去行，一礼拜至少咱就是爱休困，照上帝教是休困，咱就是爱来敬拜，咱就是爱来敬拜。这是主伊所定定的礼拜祝福咱。最近这个大社的嘉诚教会的牧师庄万义庄万义牧师，伊嘛用伊家己的经历来咧鼓励兄弟。伊讲咱基督徒甲非基督徒上界无相像的所在，就是咱就是持守主日的礼拜，持守主日礼拜。伊讲伊也未信主大概就是一个休困伊做军人休困就是去闹热的所在，去踅街啦，去茶艺馆啉茶啦，若无就倒来，若休假较长就倒来厝的，找朋友啦，泡茶开讲，绝对袂想讲爱去教会礼拜。现在无去教会礼拜，都毋捌上帝，无定头生所以对这个属灵的物件无什么款的较无，无什么款的趣味。平时压力足大，压力大休困着，开始要去轻松，拢袂想讲要去教会，想去教会坐伫遐，听牧师咧讲道讲遐大道理嘛真忝，因为对属灵的物件无趣味。感谢主，伊伫民国78年因为伫调去金门去金门咱若去金门做兵就知影，都礼拜日休困出来除了去山外踅踅、金城踅踅都无当去所以有一天踅去山外礼拜堂，一定去遐坐因为有人甲传福音，伊有迄个心想讲我了解这个信仰到底什么认真者甲听。伊若听到哪有入耳哪有入耳，所以即马就开始礼拜日毋是干那踅街，就是先去做礼拜做礼拜了，互伊的心哪来那单纯。较早想讲较早大概就是出去就是讲会当看到漂亮小姐啦，无就是要去把妹啦啥。即马伊真正有迄个对切的心，当伊即个信仰入伊的心，后来山外
无牧者，所以伊就去到金城。去金城，感谢主，拄好有牧师传道伫迄个所在真正带领的，用纪律用即个真要紧，带伊会当来明白即个信仰，互伊来决志来信主。所以伊讲伊30几档来，感谢主，伊信主了，伊就是持守主日，因为这是主对咱的恩典，主予咱的福气。咱唔通拼甲无眠无日，咱就是爱安息。搁咱安息，唔是干那要去佚佗真忝，咱就是爱来亲近主，互咱的灵搁一遍来重新活起来，互咱有创意，互咱重新得到快乐，互咱会当行伊所欢喜的道路。兄弟姊妹，守安息是咱得到福气的一个真要紧的道路，所以牧师嘛搁一遍鼓励咱。厝内若有咱长辈，毋望咱所有的做囝儿的，咱比较少年的，咱就要帮助伊，帮助伊会用用手机来参与伫教会线上的礼拜，还是有时伊若袂当伫线上礼拜，无手机袂晓操作，你嘛着互伊会当伫像 Good TV， 伫遐。特别即个时阵，就是咱敬拜的时。咱就是爱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当咱会当持守这个安息，伊的确是要祝福咱。第二项，咱唔通放煞聚会，咱唔通放煞聚会。这个放煞就是停止。咱代志若休一个久就先先去咱这个久无做正个代志咱就先先去咱休困久久就会变习惯所以咱咧讲，一个人21天会养成一个人的习惯，但是21天嘛会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因为咱思想和咱行动，咱就会成做习惯，习惯就成做咱的性格，性格就是决定咱的命运。兄弟姊妹这就是一关卡一关，所以伫美国听讲这帮的疫情足侪教会真惨。美国关差不多20%的教会，关20%的教会。现在看，都大家过去去礼拜嘛习惯，即摆拢无去礼拜，嘛习惯啦，因为已经足久啊。就是这个疫情，因已经较松因为疫苗注较济因也较安全其实已经开放毋过都拢无去。搁这个疫情中间无实体礼拜，伫线顶礼拜，搁无奉献，所以这个教会维持袂落。这个教会也无奉献，也无经费，教会也无人，礼拜都拢无人，所以这个教会就关起来。咱听到美国有20%的教会关起来，心实在是感觉真唔甘，真艰苦。这是对教会、对上帝国度何等的损失。所以伫高雄，感谢主，我做高雄基督教福音联盟的主席理事长，我就发起，咱比较有能力的教会，咱会当将咱有的，咱会当分享出去。咱毋是干那去关心万华，咱嘛是去关心，咱就是去关心伫咱高雄，至少这是咱的责任的区域。这个教会中间，我伫祈祷中间，我总主求你保守互高雄无一间教会因为这个疫情关起。高雄无一间教会是因为这个疫情爱关起。我相信咱伫主的身躯内面，咱集体三帮赞。所以，阮就帮助这比较需要帮助的教会牧者会当来透过人奉献的钱来帮助呢。感谢主，至少有20间的教会得到帮助。我相信这20间的教会袂因为这个疫情，结果教会爱停止。咱求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咱唔通放煞聚会，咱就是爱来敬拜上帝。咱若对旧约
规约咧讲上帝百姓，上帝百姓，咱咧组织的会就是上帝百姓组织的会，是上帝组织的，所以咱袂当拒绝，是上帝爱咱做的，咱袂当来违背来停止。兄弟姊妹，伫申命记16章15节讲，伫耶和华所拣选的所在，你着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伫一切的妥善，甲你手内所办的代志要祝福你，因为上帝伊欢喜你。兄弟姊妹，当咱会当来组织，咱会当敬拜上帝，上帝伊要欢喜咱，所以咱应该着爱无放煞聚会。咱也对新约，咱看今日所读的圣经其实伫新约时代的教会，咱的教会咱讲伊是叫做eklesia，这嘛是一群上帝组织的人的会，上帝所呼召出来聚会的人，这就是教会。兄弟姊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叫咱讲，咱就唔通放煞聚会唔通放煞恁的聚会，就是唔是干那主恁的礼拜。今日咱也有拜三的祈祷会，咱也有祈祷会，其实咱也有小组的聚会，咱有无共款的聚会，咱唔通放煞咱的关系咱就要互相所三面的知影讲，主的日是已经近啦咱搁较就要安尼来遵守。兄弟姊妹，所以这句话咧甲恁讲的，唔通放煞聚会，唔是讲不要不愿，这唔是要不要，袂甲唔买，这不是愿不愿，这是唔通，你就是唔通，你就唔能去干犯着。上帝现在爱咱去聚会，上帝知影这就是伊喜乐恩典的管道，喜乐恩典的管道。牧师要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迄个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这段圣经，互咱会当看见其实上帝就是透过安尼来咧祝福咱我来先台语来读迄个19章20章约翰福音20章为19节到23节，来我来读，讲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地甲因讲，愿恁平安。已经讲这个话，就用手甲协的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佮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这个话，就对因崩溃讲：恁受圣神，恁写什么人的罪就写去，留什么人的罪就留地。感谢主这段圣经伫遮，互咱真清楚知影咱若组织的是咱聚会，奉主的名组织至少只有甲咱讲6种的恩典。头一个就是有主的同在，你看伊组织的时，主就因伫因的中间，两三人组织，主就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组织，咱就有主的同在。咱较无主的同在，就是当咱两三人奉主的名组织的时，伊就甲咱同在。第二，有主的祝福，讲这学生组织的时主就向伊显现，主就甲因讲愿恁平安。兄弟姊妹，咱较无主，互咱的平安。当咱组织的时，主讲愿恁平安，这就是主对恁讲话，主将平安赏赐互恁。第三，当咱组织的时，有主的启示，伫这个所在主就将伊的这个协会互因看。主就向因显现，主就互因看见，主互因知影讲主真正是迄个受这个背叛受这个枪杀，真正是为着咱受苦的主，但是已经对死过伊向咱显现，所以因看到主，因就足欢喜的，因就足欢喜的，因有迄个得救的保证。兄弟姊妹，咱组织的时，咱就知
主真正为着咱有死有过活，主真正是救赎咱的主，咱真正是有福气的人。第四项，有主的托付这个所在，告我的主，甲因讲，爸安怎差遣我，我嘛安尼差遣恁。咱就是受差遣，受差遣就是受交代。阮得到托付，咱愿意受托付，咱会当做主所交代，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气。兄弟姊妹，咱若要交代代志予人吼，迄个人是会交代，你才会交代对无？你就是会当信任伊，你看重伊，所以你交代。今日咱会当诚做主所交代，主将使命来交代咱，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气。第五，而且甲咱明明讲有主的赏赐，因自责的时，因得到什么款的赏赐呢？主因崩溃，因着受圣神。咱较无讲圣神啊，你充满我；圣神啊，你充满我。兄弟姊妹，当咱自责的时，主的确会充满咱。主因咱崩溃，互咱得到伊的充满。咱毋望得到伊的充满，咱就要伫智慧中间。第六，则讲有主所赏赐的权柄，有主所赏赐的权柄，主将权柄赏赐互咱。讲咱写什么人的罪，伊的罪就写啦。这就是一个权柄。兄弟姊妹，咱奉主的名祈祷，咱伫第二所投放的天顶投放伊伫第二所困绑的天顶的困绑伊，这就是权柄。咱要得到主予咱的权柄，就是咱自责的时，主将这个权柄赏赐咱。咱来读圣经，咱知影多马吼。有一届因自责的时吼，伊咪走去倒一角啊，咪乱说选举倒一角，检在心内艰苦检在啥心内郁卒检在什么原因唔知，但是自责的时无伫因的中间，所以伊无去拄着告我的主，所以伊就心内有骄意伊就袂当得到主予伊迄个福气。兄弟姊妹，咱应该着爱。唔通放煞自慧，知影这是主所欢喜的，主将恩典赏赐咱。咱当拜自责，咱除了咱会当三甲敬拜上帝，更较好的是咱会当做伙敬拜，唔是干那家一个敬拜。所以兄弟姊妹，咱得爱斗阵自慧、自责来敬拜，咱厝内人敬拜。咱真较无会当紧紧有实体的敬拜，我相信7月26日咱会当有实体的敬拜。咱有实体的敬拜，确实是比线上个感觉更较好。但是咱不管是什么款的聚会，咱就是袂使放煞。兄弟姊妹，咱除了敬拜上帝，其实咱的敬拜就是有肢体中间的相通。咱会当互相相鼓励，咱三夫妻咱那个迄个火炭做伙做伙是即个火炭的，那倒那盐，但是你若炎热的火炭，你甲硬开伊，哇，伊当然就是会火气。兄弟姊妹，互咱会当不管得时不得时爱传福音，咱不管得时不得时爱敬拜上帝，咱不管得时不得时，咱应该着爱做主所欢喜的。所以愿上帝祝福你，互你无论是咱过来要实体聚会，还是线顶的聚会，咱主日的聚会，咱周间的聚会，咱小组的聚会，还是咱门徒训练的聚会，咱各种的聚会，咱拢唔通放煞。主会来要来立应紧啊，咱更加着安尼。我相信，当咱会当安尼持守，相信咱的教会疫情过了。唔是衰退，唔是反起，互咱疫情过了，互咱的心哪恢复，互咱的教会哪得到复兴。阿妹，感谢主，咱要来敬拜伊来祈祷。牧师有感动要唱一条《寻见》这有国语，有台语，咱要唱台语，互咱会当真做真正敬拜伊的人，信慕伊的人。哈利路亚！因无伊的人，得较有满足。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
较有福气。你为你供应，上帝是我的山野。幸无你的人，的确有满足。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换。找求你的人，的确有满足。你为你供应，上帝是我的山野。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坚定你的心事，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梦，着有福气。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坚定你的心事，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梦，着有福气。感谢主，咱找求的人真正有福气。伊要互咱会经历伊的信息，伊要带领咱行伊稳定的路。兄弟姊妹，咱聚会无停止，咱毋通放煞一切聚会，咱着爱守伊的安息日。咱毋通过头工作的袂用，咱爱休困。但是咱休困毋是干那去佚佗，咱就是爱来亲近咱的主。咱毋通干那咧追求这个地面上的事，咱就爱思想天顶的事。兄弟姊妹，希望咱常常奉主的名组织各种的聚会，咱来敬拜，来学乐伊。我相信主的确要将各项的恩典赏赐予咱。伊毋但要互咱福气，伊要互咱平安，伊要互咱启示，伊要互咱使命，伊要互咱权柄。好毋好？咱为着咱家己会当成做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无放煞聚会人，佮咱的家庭成做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咱也会当为着咱的教会，互咱的主日的礼拜，无因为这个线上人数减少，互咱无论咱的长辈，咱的帮助你会当来敬拜，咱会当守主日的礼拜，咱有祈祷，咱有小组的组织，求上帝甲得救人也。伫这个疫情中间来加添予咱大家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你讲阮是爱慕你的人，主啊，阮着心要得到满足。主啊，阮祈求你的，阮着无地到见效。主啊，你是阮的产业，是阮的丰业，是阮的福气。主啊，你真好，主啊，你对阮真好。主啊，阮感谢你。你创造的时，你着互阮会当伫逐日受造第一天，阮就休困啦。主啊，阮是用休困做开始，阮用休困做开始，这是何等的福气！这是你互阮的福气，互阮会当掠条这个福气。主啊，阮教会兄弟姊妹，拢会当真做敬畏你的人，爱慕你的人，守主你的人。阮会当无放煞聚会，阮也有主日的敬拜。主啊，阮有拜三的祈祷会。主啊，阮会当常常来亲近你。阮有小组的聚会，阮有训练的聚会。主啊，你拢赐福阮。主啊，透过阮安尼做，主阮相信你若要赐福阮，你也透过阮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到伫阮的家庭，到伫阮的职场，到伫阮所接触的人。主啊，互得救的人伫你加添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兄弟姊妹，咱要继续来祈祷。咱这个疫情，感谢主，已经豆豆得到控制。咱这个疫苗已经拢咧做，
有真侪所在，无论咱买的人送的咱的企业买感谢主，望会当投入入来，咱会当有充足的这个疫苗，咱的注射会当顺利。兄弟姊妹爱祈祷，求主保守咱，互咱平安，有好的果效，互咱会当赶紧脱离这种的三级警戒艰苦。咱好毋到咱祈祷7月26，主啊会当降落2级，还是完全解除。主啊，这拢伫你的手中，愿仰望你。咱为这祈祷，咱也为着7月23到8月18，伫日本东京奥运会世界足些所在企业，咱为着日本祈祷，求主保守一切平安。咱也为着世界足些所在，特别伫巴西、伫印度、伫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甚至即马韩国足些所在，疫情拢真严重。求主怜悯，望会当赶紧这疫情紧紧来消散。咱为着这，咱也来献上祈祷。好无咱举起手，咱来仰主呼求。哦，主啊，阮恳求你，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若向你呼求，阿爸父上帝，主啊，你若兴起，这个对敌就要离开去，这个对敌就要退去。主啊，这个疫情病毒，那像好屎要吞食阮，总是主啊，当阮奉你的名宣告，撒旦退去，撒旦退去，魔鬼，你已经失败啦，你已经失落啊！你已经失落前面啊！阮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主的德性伫阮的中间，宣告主的德性伫阮台湾。主啊，台湾7月26，主啊，阮奉主的名，阮来用信心来宣告。主啊，要这个疫情要减少，主啊，这个警戒要降到2级，主啊，甚至要解除。主啊，你伫人袂话，伫你凡事拢话。主啊，阮要恳求你，人民日本，伫这个奥运会，世界足侪选手伫遐，这拢是精英。求你保守因平安，求你保守因平安。主啊，保守因平安。主啊，这个奥运会会当顺序来完成。主啊，阮也有真侪选手伫遐，求你祝福。主啊，阮也为着世界各所在，伫巴西、伫印度、伫印尼。伫马来西亚、伫泰国、伫越南、伫韩国，主，阮有看到伫欧洲啊，有足侪疫情咧发生。主，求你怜悯，互阮会当祈求你，祈求你的人得到福气。主啊，你要祝福阮，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阮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上帝，你真正好，你对阮真好，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上帝，创造阮的主。阮一切福气无伫你以外，主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你的恩典，会当得到你享受的平安喜乐，得到你互阮伫这个世间，上帝你交代阮的事。互阮会当尽本分来完成主你所做的，主阮也会当无放煞一切智慧，的确要伫智慧中间得到你要享受互阮的恩典。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敬拜你。兄弟姊妹，恁通平安去。上帝做恁的阴影，做恁的山寨，你要得到伊的保护，互恁无惊吓。民间的惊吓，你是咧背钱，还是暗中
咧流行的瘟疫，伊要保护守恁10分平安，伊要互恁所做的大项拢会当事事亨通，互恁得到尊严，得到健康，得到活命，得到长岁寿，来荣耀伊的性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互咱会当三甲伫即个主日的早起时来敬拜，咱10点阁有华语的礼拜。愿主祝福你一礼拜拢满满伊的恩典。阿门。